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社团热情的流行舞蹈的表演，为该校美术系111级学生毕业典礼热情开幕。26号下午，伫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举行开幕式，由议长郭信良加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以及多位议员共同剪彩开幕。在此感谢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展，在这边让台南市因为摇身一变成为议事殿堂，相信来加工的民众能够耳目一新，也能让市民亲眼看到学生的创作和能力。我看到呢2天前看到门口学生做认真的布置，所以我就叫大家爱较紧，叫大家来这看，这是台南科技应用大学很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在此，希望台南市民能够把握时间，到台南市议会看这次非常好的展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表示，该校美术系用的讲是全国上大的美术系，学生超过1400名。每年毕业典拢有特别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为春暮色色。春暮代表春天万物苏醒甲希望，而色色即是青色，有繁花似锦的意义。今年的毕业典将分别巡回校内外，第一站选伫台南市议会来展出，邀请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